由科學角度嚟講，碳移除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生物性路徑同埋技術性路徑。首先係生物性嘅碳移除，呢一類嘅方法依賴自然過程，最核心嘅機制係光合作用。植物吸收大氣入邊嘅二氧化碳，並將佢轉化為有機物，儲存喺樹木、土壤或者濕地之中。另一類係技術性或者化學性移除，包括咗直接空氣捕捉、生質能結合碳捕捉與儲存，同埋增強型岩石風化等等嘅方法。呢啲技術嘅特點係可以將碳長期甚至係幾乎永久咁封存喺地下或者礦物入邊，理論上更具永久性。